善导大师讲的话，我们都清楚啊。善导大师就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他讲弥陀志愿海，阿弥陀佛的智慧跟他的大愿像海一样，深广无涯底啊，非常的深了，深奥又广大，无涯底就没有一个边界，没有一个界限，你探不到底了。那么就是证明说，阿弥陀佛的智慧太广大了，太奥妙了，太神奇了，太高深了。他的愿也一样，都是如此。闻名亦往生，你听到他的名字，你想要往生吗？阿弥陀佛说：“你闻到我的名字，我愿意你到我极乐世界来，我愿意你们念佛的人都到我极乐世界来，皆悉到彼国。只要你有那个愿，你愿意念佛，那么全部都会到极乐世界。彼国就是极乐世界。其有得闻名呐？如果有人呐，你得到了。”你听到了这个名号，彼就是阿弥陀佛，你能够听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干什么？就叫救你，要救你，你就顺他的愿，称他的名号。那么你听到这句话，弥陀佛名号，哦，原来是听到这个弥陀的名号做什么呢？就是给我们众生依靠，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心，而且他就是要救度你，不忍心你堕落在恶道当中受苦。所以你看，你如果能够得到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欢喜至一念，你非常开心，很高兴，我有救了。原来我只要念，只要能够非常欢喜、很感恩的心，至一念，乃至于是一念，你是念了一辈子，当然很好，你有善根。如果我没有那个因缘，我只有念一念而已，我就念这么一句佛号，你看，皆当得生彼啊！你的一念就能够往生了，更何况你一辈子都在念佛的人，那更有资格了。你的善根就是很好的，非常深厚的，各位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欢喜之一念，皆当得生彼，皆就是全部了，全部理所当然会得到往生极乐世界。那么这个得跟生彼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你应当是理所当然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愿嘛，他全部都得到阿弥陀佛的救度，所以你可以往生在极乐。所以这一点是重点在这里提醒我们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，借这个因缘，就简单给各位大家报告，把这个功德回向给所有法界一切众生，大家都能平安吉祥，无灾无难啊！阿弥陀佛。